这代部这边城镇班乡着，现在初中这边忙的班乡中用路他妈的为七级班乡中多难安做，咱们领地拖了泡沫了一万没把，帮助了忙用没把国内了他们没把没恰上给热瓦地的没恰上给安做，对吧？既要把的卡的是那安做地基是安的，安做地基是安的，就到那个叫没忙不起个哦，俺帮助忙不起说，俺国贸忙不起说的，俺国贸忙不起那边的，但是俺地基是安的，透过我的生活，当我叫国贸投策略界里呀，大多让地基是的，透过什么地基是的，早晚人透过嘛。当然呢，就俺说没忙不起个，但俺国内钱不起拉送完呢，但是俺地基透过的生活，加上国内策略界里呀，大多让地基的嘛。我那个说没拉起个的，哦，俺让人这把些钱，俺让人这都点把它，让你别的过了一万兆把些钱呢，但是俺地基是的，透过的时候，我讲让人这都点把它一万兆把些钱策略界里呀，大多让地基是的，透过是地基是我早晚你的透过。我那地基是的，卡巴兰最多的，地基是的，卡巴的多是哪把说，地基是的，你给达到哪把个的迹象就给帮家给短程人打，让家给短程那个你话那把短程对你了，没说的是给俺说得了呀，拉达的娘来接都把没得了呀，地基点个的，当然就俺说短程对你了，没说的是给上路当的，没说的是给了卡高头了，没得了呀，地基是呀，这个我做啥不的，我那俺说你个个呀，他帮家给俺说短程你的卡的是那大帮俺说热瓦是呀，你得帮我的，你帮俺说多把是呀，你得帮我的，那把说热瓦是呀的卡的是那别家为那俺说哦，俺那个你的去接为那没把忙不起个哦，可原本都上边俺了对吧？叫我们上边热瓦当然就你莫着你这些牛就可以对得起呢啊，可自不休息都可我忙不休息有啥的时候就没人把地可地老么用上边热瓦你这些接边的没人把地啊，可原本当也不休息中不接热下说不你这个俺说对吧？叫我们上边热瓦当然就俺那个你这些那边啊，俺怕叫的俺老老当么用上边多吧当然就你那个理解，俺当那个理解你主动我讲你理解边的，当俺说中村那个没得给俺记老的事你那个你理解边的俺没人把这个俺记老么用上边你这个多吧等这些那边的俺说你这个热瓦多吧讲些呢没人把给考当没人把给没有讲了让你错啊这些那边让你了对那样的这些的早晚你的头嘛没人别给俺说没有打考的这位错啊这话给大家的了绝对让你让给贴到错啊这个月把当让给打破的让一把让你认真也不去吐说但是让了的这些啊的用啊的我做下吧没人把当的让你当热瓦对那边俺说给你打不起来都现在呢让你给打破让你把它让你让给贴到错啊这边所说给认真也不吐这张那个打没人把当的让当热瓦对那边给你打不起来都现在过的是怎么没人把加上了两个说鬼过节我们这是我们没人把当这个让当错当热瓦们让当错当热瓦没把送上没人把给考了错啊这边没人把给瞄了错啊这边大家得来只呢让给贴到错啊这边也把它让你个错一天呢没人把当的让当你当热瓦对那边给你打不起来你都现在吐说打热让你呀得这样的用啊那么从我做生活的这个这个的是那个说打帮家热瓦当多把你的帮工作这个你帮我说浪家你我那么说等下你帮我说娘来就对吧你嘛说我做浪工搞的浪工都是我说你对穷是呀当穷些是呀的我说你不都等工作但那我说但对穷是那看得起来生活的是呢但我说让你都这我说他错这就上班了哦但我说你这经济下但这下上啥的让给别人我说他也不的下他几波的下他你这个我用过但这下是就但我说你都把钱包没交记得你帮我说穷些吧是就上班了但别人我说穷些月吧那穷些没别个明年的样我说本身就学不呢别人我说涨库人口光要不呢涨把人口光的呀但没这穷些月吧这穷些没等你给大当们知道吧就可你给得这里面给我说得这个财长嘛知道吧你用过别要不然我说他穷些现在这个没些了涨把的了看大概的是哦他大东行大们多大东要涨把人口光多他下面看些的那大们上去可看的是穷些把是要得用过的是再加上我给得这个村长的套路穷没些完没这个哎呀当我那长得嘎给些没多啊他涨把人口光嘛他们都当得说那叉下上去他等这上的都可了看的是东东是要的来我得这个村长的马上说等这什么叫穷些原没了等就让你给得这个是要的那个村长马上说就怎么了你把东啊做错了看的等我都是那对穷是呀，到穷些是呀，得等过。我那我说没忙不起啊，我说没赚嘛，就是对穷到穷些就是我当这下上去对吧？呢，我说也钱做过嘛了，我说赔钱做过嘛了吧？等到的加上了可是个那么说，你给大家对穷当穷些是呀，得等过的，看了等过的是呢，你错了对穷到穷些是呀，得等过的嘛，都假完了对穷到穷些是早你的等样样嘛。本来我说错的了，看了等过是那让你对吧穷啊，让你穷些吧就假完住的怎么能让你对吧吃完当，穷没些吧些过，别要不然我说当的我说咱们领地头了。
都中那个门那么一把我从咱们领地头了我是熊牛要把当咱们领古牛要被门那像马步去给变成修变那变那我说的等上我说中国家伙给他开了把张金渔民红扩张了怎么的扩张给拉被拖了样我说大马经济独落团要嘛的大那我说生育个经济团嘛扩张给拦过了确实叫的确实的我们送去市场家就不过怎么在这里看就确实的大的老俺注意些对不我讲扩张拉把的确实没办法的扩张开始扩张给错的了样我说对吧穷啊确实把些的等些过这些那么说大多你变成个门那些的我说老铁的中心我说的毛泽东了大不了村面扩张给独落地了样连把对就单数要的吧等这些我讲扩张教啊主的怎么了还讲跟对吧钱不当当我说教啊主的我说老铁的中国沙巴西我说三十些吧但等这有的怎么了我说咱们那个门那掐上变那我说打电上给让那个球大炸的电上我说埃隆马斯克是呀的这个俺没几个俺教啊主的怎么但把钱不过的小啊主的俺让你看了就过了说我但我讲让你给操啊给的那点了让你给还讲给大马民家进去我说独落当然了我说生育个经下来说吧这卡给就嘛让你给操啊的了开始就还讲跟对吧穷啊的确实把是呀的结果但教啊主的怎么了开始就教啊的了我说那个多少的我教啊主的怎么了对吧切啊当确没写过你小啊主过等这送上我说那个东西的我说不要去开把钱吧看完出去了这个东西也不去送到那么说第四那的你穷给过呢操啊姐你钱给过呢小啊主说让你操啊姐的怎么还讲跟我说对吧穷啊过呢操啊两个里头怎么对吧钱不过呢小啊主过我讲我说的老主没把当老中没变我说没忙不起给开始结果的是你得多少了结果开始结果是呢说给大操啊姐的怎么了还讲个抓鸡不当对吧钱不当全没有跟你操啊姐教啊主两个里头怎么但两个姐美女两个姐个你倒没爸爸没女他没把现在两个姐的怎么了但开始结果是但对吧穷去全没写吧等这这边的说个生了呀刚刚的东西的让你给用过的就是开始是呢本来俺说教啊这个让你给出现对吧的广告我讲没忙不起个大操啊姐的怎么了俺来安排就这个赛子不修大像俺赛季牛上去打回去顶对吧的我靠摸着去牛下但俺的这些牛骨头上我讲顶牛的怎么但小啊这个你顶牛啥的这个卡工这个也节目是呢但讲俺说个操啊当然就俺说对吧教啊当对吧你给把路了打俺的修钱不清楚就怎么了哎你干的时候说个生那路了但俺家当东安当干安当那时候忙不起让一个来呢这个俺说干的时候到底可你东头兄弟怎么了哎你俺说生谁叫了上路谁这个马球呢哎你顶上俺说运真是三康个年龄咱们的谁到让一个单元接着那么说让你第几点嘛形容过呢眼巴都帮几等生你打人家等生你帮忙给教啊这里样眼巴都没这结果是